叫喜要做阿公咧，係咪當強？我咪講，讓愛享萬子，阿公享長孫，如樣麼？成日都記得歡喜，我就歡喜咧。係呀，錯啦，阿爸，你記得上擺做健康檢查係乜嘅時間麼？我想一下，當場3年lang咧。該阿爸應該做檢查咧，兩下年滿65歲以上，當年都做得檢查日度，衛生所兩片，特週禮拜日、3、5、上晝都有免費嘅成人健康檢查。請問檢查之前需要注意哪啲事情？檢查前日你按部12點過後，做唔得嗰食東西。檢查該照先，咪唔好食早，愛空肚時檢查哦。請問空肚時間會安全啊？係喲，你要請阿爸小可原來一下，檢查該日照先8點10分，就開始提供抽血服務，唔會半夜等太久。因為兩項健檢，我都愛抽血，除了基本嘅身體檢查、老健康諮詢以外，還有尿液檢查、肝功能、腎功能血統、膽固醇、血脂檢查等等項目都會做到。哦，是夢兒。